喺結婚之前，每個人個圈都清清楚楚㗎。有人個金錢圈細到得自己賺錢就俾自己使，人哋嘅事唔關自己事。亦有人個圈大到包括埋父母同兄弟姊妹、親朋戚友添，形成咗個超大嘅圈。但無論個圈係大定細，一踏入咗婚姻就要合併財務、聯名戶口，仲有一齊湊仔、供樓、供退休金，同養埋父母等等。兩個人嘅金錢圈就被逼要重疊。喺婚姻入面，金錢圈重疊嗰刻其實又痛苦又危險㗎。圈大嗰個就要縮細自己個圈嚟遷就，圈細嗰個又要擴大自己個圈嚟做配合。無論縮細定係擴大，雙方都係做緊改變，而改變本身就係痛苦同掙扎嚟。任何一方如果轉變唔到，兩個圈一旦疊唔埋，就好容易會面臨決裂㗎啦。小米嘅婚姻而家就係承受緊呢個風險啦。小米同我講，佢畫出嚟嘅金錢圈同老公嗰個根本就係一大一細，完全疊唔埋嘅。佢話老公將佢阿爸、叔伯、舅父，仲有細妹，全部都當成自己人，仲講話自己人嘅事就係我嘅事添。對佢老公嚟講，阿媽要嘅家用，阿爸炒股蝕錢，大佬爭人卡數，細妹要買嫁妝，甚至連侄女嘅大學學費，全部都有義務要佢孭咯。每個月俾阿媽嗰2萬蚊係天經地義。小米加入咗佢嘅生活之後，老公都唔肯改變任何嘢。呢個超大嘅金錢圈真係搞到小米好崩潰啊！至於小米，佢自己嘅金錢觀就極度謹慎啦。佢話佢細個嗰時，老豆幫舅父做擔保，結果就俾人走數，搞到全家雞飛狗走，走爛嘅生活過咗成10幾年咯。嗰10幾年嚟，小米東奔西跑，冇日安寧。老豆就為咗避債，成年都唔見人。阿哥家姐就住勻晒唔同親戚嘅屋企，又不停轉校，個個心事重重咁，有家又歸不得。講起呢段經歷，小米喊到收唔到聲。佢好堅定咁話：錢人計得越清楚，先越唔會傷感情噶。無止境咁資助啲兄弟姊妹，當佢哋習慣咗依賴你，只要有一次唔幫，就只會不停怨恨你。佢用手指督住自己個細圈圈，喊住咁猛咁搖頭話：自己出咗嚟做嘢10幾年，從來都唔會借錢俾親人，亦都唔會過問親人嘅債務，連俾奶奶嘅家用都俾得好唔甘心噶。佢個金錢圈細到幾乎獨立成國咁，簡直就堅不可摧。我聽完佢哋嘅故事就知，小米個細圈同老公個大圈由重疊嗰刻開始就已經注定咗係天崩地裂。小米冇老公嘅經歷，所以體會唔到老公嘅觀念，而老公冇小米嘅經歷，亦都理解唔到小米嘅恐懼。兩公婆從來都冇坐低好好咁去觀察自己，打開心扉，將過去嘅經驗同信念慢慢咁整理清楚，冇好好去溝通同互相理解。佢哋跟住自己啲情緒嚟行動，跟住自己舊有嘅心智地圖嚟行。首先就係抗拒，再不斷咁忍，跟住就碎念同埋怨，最後就搞到冷戰同不停嗌交。喺段婚姻入面不斷咁施加壓力，就將兩個人嘅連結感同埋親密感推咗落深淵度啦。要講我從自己嘅經歷當中學到啲乜，可能就係明白每個人都有獨特嘅故事同掙扎咯。冇人係應該被責怪嘅。大圈圈未必係好，但細圈圈亦都未必係差㗎。我哋應該要好似初初拍拖咁手拖手，肩並肩坐低，一齊畫出一個屬於彼此嘅金錢圈，做一次大腦嘅心智掃描啦。其實個腦就好似一部彈珠機咁，裏面啲鐵樁位置都唔同㗎。每當有一個諗法、一個動作出現嗰陣，就會彈出唔同嘅位置，再跌落唔同嘅窿度。我哋要做嘅就係要睇清楚對方嘅彈射路線，了解下佢有咩過去，有咩烙印，唔好做任何批判同承諾，純粹理解咗先，理解下對方嘅經驗同感受，再代入下佢嘅處境，用佢嘅角度嚟重新去睇呢個世界，咁先係真正嘅打開心扉㗎。呢個就係有效溝通同和解嘅開始啦。